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恒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今天我看到房地產專家孟小蘇，他發了一個視頻，說什麼？他說為什麼現在經濟轉不動了 ？M2 那麼大 ，M2 320多萬億吧，而且越來越多，這就是央行發行的貨幣越來越多，但是經濟卻轉不動，為什麼呢？他用一則寓言來揭示當下經濟為何陷入遲滯。大家都知道孟小蘇他是房地產專家，反正這麼說的。我們來一起看一看他是怎麼解釋現在經濟陷入遲滯，經濟轉不動。他說，眼下普通人最大的財富錯覺就是以為存錢最安全，現實是你待在銀行裡的錢正在被經歷一場隱性的貶值。他認為你的存款是在貶值的，這是他個人觀點，對錯咱們再說。他講了一個故事，他說有個人去旅館，他在前台先交押金100美元，把這100美元放在那個酒店了，交了押金，這個伙計服務員就帶他上樓去看房。就在他看房間的一會兒，他交的這100塊錢押金飛速的轉了一圈，旅店老闆拿着他去還了飯館的飯錢，而飯館去肉店還了買肉的錢，肉店老闆又去屠宰場還了他進貨的錢。這故事咱們也說過，說的是一個舞女和嫖客，是吧？那這個沒關係，不重要的，這道理是一個意思啊。屠宰場又拿錢還了欠舞女的錢，這個舞女最後又拿着錢回到了旅館，他欠旅館的錢，這個錢轉了一圈又回到了前台。結果這個服務員帶着這個旅客去看房間，他沒看上房間，說那個房間不滿意，他跑到前台說啊，你這沒好房子，我不住了，把100塊錢還給我押金。好，老闆把押金還給他了，什麼事都沒發生。但是旅店老闆、飯館老闆、肉鋪老闆、屠宰場屠戶還有舞女，他們所有的債務全部莫名其妙的就這麼清了。這個故事講的是什麼個道理？孟小蘇他說，資金只有投出來流出來，才能夠帶動一系列的有效支付，創造真實的價值。你花出去，別人就有收入，別人花出去，沒準你就有收入。錢是花出來的，不是攢出來的。你越把錢存在銀行裡不動，別人就越沒有收入和就業的機會，最後反過來害了你自己。那麼現在的問題是，我們100美元還在轉嗎？孟小蘇他舉那個數據，他說2023年3月末，中國的 M2 已經達到了354萬億元，同比增長 8.5%， 居民存款是172萬億元。這麼多錢，為什麼日子越過越緊？樓市為什麼還在跌？關鍵在於大家把 M2 當成一個簡單的存量貨幣總量，但同樣是100塊錢，來源不同，流轉意願就不同，效果天差地別。他說 M2 增量有3個來源，哪3個來源？第一個是財政派生，就是政府發國債轉成工資補貼給居民，居民拿到錢覺得未來不穩，這第一反應呢，不是去花錢，而是把這個錢拿去存銀行，這錢又回到了銀行，而銀行有了錢呢，但是企業和個人都不願意貸款，那這就像那個100美元裡面的故事，旅店老闆收到了这100元押金，他没拿着去還這個飯館，他直接就放在自己抽屜裡面，後面所有人的債務都解不開，這是他的觀點。第二個來源就是 M2 增量的來源是外匯派生，他說出口結匯，外資湧入推高了 M2， 但這些錢去了哪裡呢？這些錢去了股市、債市、理財，唯獨不碰樓市。資本市場熱鬧，實體經濟冷清，金融資產漲了，老百姓口袋裡的財富反而下降。第三個來源是居民信用派生，這就是過去驅動中國經濟的老引擎，大家敢借錢買房，敢借錢消費，借貸一次貨幣就滾一次雪球。但是2020年一季度居民債務出現了1995年以來首次負增長。那他要看到5月份的數字，他這個說的是一季度，那看5月份的數字，那不更厲害嗎？4月份居民貸款減少了7869億元，創歷史新低。那5月份減少更多，房貸需求全面收縮，老引擎熄火了，錢還在，趴在銀行不動了。他說經濟學有個基本公式，就是貨幣總量乘以流通速度
等於經濟產出，也就是錢不停地從我的手上到你的手上到他的手上，100美元故事啊，流速越快，那麼它產生的經濟產出就越大。現在 M2 膨脹，也就是錢多了，但是在市面流通的速度是斷崖式下滑，因為這個 M2 都在銀行裡趴着的，在金融機構之間空轉，而並沒有到實體經濟中，並沒有到餐館老板，也沒有到屠宰場，也沒有到舞女那兒去轉。就像商店裡堆滿了貨物，沒人來買，生意冷清，收入下降，信心受挫。孟小松說，但是資金沉在銀行體系裡堵死了。是什麼讓100美元停止了流轉呢？孟小松他说，他政策出了不少，但是還缺一樣東西，信心。当这個旅館的老板他覺得自己生意不行了，未來不行，那麼他收到這100美元之後，他在想着，我是不是要保護起來，把這錢要放哪兒，而不是急着去還餐館老板的錢。同樣，餐馆老板如果拿着100美元，他也不急着往下付，他因為他未來不賺錢了，他想怎麼着，是吧？所以這些都是堵點，大家沒有信心，那錢到誰到水那誰就不花，他就把它存銀行去，或者是叫什麼預防性儲蓄。孟小松他說，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國務院領導講，信心比貨幣和黃金更寶貴。那年信心一回來，我們很快就度過了風險。今天也一樣。他說，我看到網上有人勸大家說什麼現金為王，賣房套現，甚至刻意唱衰樓市。他認為這種做法是害人的。M2 已經高到了 GDP 的 2.4 倍了，你去把錢存在銀行就是隐性貶值。你去炒股，普通人大概率是送錢的，也就是他不認為炒股會賺錢。有人說房價還要繼續跌，我不認同。美國次貸危機的時候，房價跌了大概 37%， 日本崩盤的時候跌了 50%， 現在國內很多城市已經接近這個區間了。國際房地產周期規律是房價下跌 30% 到 40% 之後通常會觸底回升。他說2020年房地產市場完全有能力實現止跌回穩，政策配合得很好，甚至有可能會企穩回升。他說網上有人傳播說中國有35億套房，純粹謠言。全國住宅大約是7億套，對應我們 5.4 億個家庭，戶均 1.3 套房，這是家庭財富的載體。普通老百姓賣房拋掉財產，是對國運和普通家庭的不負責任。解決當前的問題，關鍵不是發更多的錢，而是讓死錢變活錢。就像100美元流轉的每一步都在創造價值一樣，我們需要找到鏈條的撬動點。什麼撬動點？也就是怎麼樣讓恢復信心，讓這錢賺起來。第一条路徑，房地產就是源頭。孟小松不忘本色啊，時刻在為房地產鼓如呼吶喊。他說，居民買房就是源頭性購買，買了房，建材、施工、化工、家電、紡織上百個產業訂單就會被帶動起來，房地產和建築業直接就業，能解決8000多萬人。沒有組裝產業，說你也就是沒有房地產，大家把這個穿起來，你總不能讓老百姓每家買幾噸鋼材，買幾袋水泥，這個是不現實的。要讓經濟重新活起来，房地產必須率先活起來。這是孟小松觀點。那他第二個路徑就是加快消化存量商品房，建議設立中儲房和地儲房，利用央行再貸款收購存量房，包括收购法拍房就是一個辦法。法拍房總量不大，但低價成交形成這個邊際價格，會壓垮整個樓市，引發房價跌。更多的法拍房，一個惡性的循環就形成了。孟小松他说，借鉴我們國家在1997年三中止的經驗，要盡早穩住這個環節。第三條路就加快構建市場和加保障雙軌制。他說，我們大約有2億5千萬進城的新市民，涉及了上億個家庭，他們很難直接進入商品房市场，應當成為保障房的重點覆蓋對象，包括地方政府以舊換新，把居民的舊房子拿出來，就可以讓這些人來以相对低的價格能夠進入市場，這樣把這些需求釋放出去，讓錢有地方可以賺可以花，才能真正的打通經濟循環的毛細血管。當然了，孟小松他認為還是得房地產來拉動。他也說，回到我剛才講的那個100美元的故事，
你欠我，我欠他，金錢就像一塊凍住的冰，但只要有一筆錢從源頭開始流動，冰就能化開，水就能動起來，整個系統就能重新運轉。他說，美國1818年房地產週期的歷史證明，復甦不是等來的，是信心、政策和資金共振這麼個合力出來的。他說，今天 M2 高高在上，居民存款172萬億，銀行堆滿了貸不出去的錢的時候，孟小叔說他內心是挺擔憂的。很多家庭誤以為那是財富的增長，覺得把錢存着最踏實，但那只是隱性貶值的一場幻覺。天量的水存在庫裡，沒有流到田裡，而隨時可能決堤。最後孟小叔他說，我講這樣不是勸大家盲目消費，更不是忽悠普通家庭去掏空家底，而是希望大家認清這個殘酷的現實。在天量貨幣面前，現金恰恰是最脆弱的資產。普通人真正的避險不是什麼都不做，而是看懂規律的防守，看懂大局，我們才能一起穿越周期。孟小叔說的怎么说呢？有點道理，但是他在認為只有房地產才能救這一切，還是忽略了這個本質原因，轉移了這個視線，巧妙地避開了根本性的問題。雖然他也提到了信心，但是信心不是靠房地產來的，房地產是信心之後的一個結果。我不知道大家認同不認同這觀點，就是說房地產好壞是信心的一個結果，而不是房地產好了信心就能上去，不能本末倒置。這個信心來自於哪裡呢？我也不知道，搞不清楚，不敢說。但是我想信心肯定，你口罩發的越多，那信心肯定就越差。那這個結論能得出，就是胡一靜老師說的嚇鳥論呢。那本來大家的還可以是吧，只是覺得預期不太好，這個時候你還來嚇鳥，那他就不是擔憂的事了，這就是提桶跑路的事。越來越多的人收拾行李，想方設法的換綠票子要離開，那你說這個能好得了嗎？這個確實就是沒有信心的表現。所以說涉及到信心這一塊，孟小叔他說對了，但是恢復信心不是這麼恢復。你說把房價讓它漲起來，信心就有了是嗎？信心有了，房價會漲起来。所以說你不能倒過来啊，不能本末倒置。實際上從這裡面除了信心之外的東西，孟小叔我覺得是說的也不對。比如說他說天量的 M2 350多萬億在那兒，你存錢，你那個錢在352萬億前面，那你說就貶值唄，可以忽略不計，這就完全等這個水要下來，你銀行裡12800的相當於沒了，稀釋掉了。這個說的是貌似成立，但是這麼多年他畢竟他沒有下來，這錢在金融機構裡面空轉，他怎麼下來？你下來你要拿東西去接，你有碗，現在大家都沒有碗，有碗了他也不去接。這個自從恒大暴雷以來，持有現金是最大的贏家。你比如說吧 BBA 奔馳寶馬，從2021年那個時候恐怕就是這個寶馬5系，那怎麼着都50萬上下，你現在6年過去它只有30萬了，那到底是人民幣值錢了還是不值錢了？你再说房子現在下降了30%，到底是錢值錢了還是房子不值錢了？你是持有现金合適還是持有資產合適？這幾年的資產在貶值，並沒有資產在升值。資產貶值的時候肯定是现金合適，因為是這個現象，所以大家玩命的把錢往銀行存，他不願意持有資產，他都持有现金，他到銀行去存款，所以存款才會增加，所以大家才會勒緊褲腰帶去存錢。這個時候你非要反過來說這個錢到時候在貶值，事實上它沒有貶值。所以這個時候說大家你去買房，你持有房產，那你還要經歷漫長的一個貶值過程，那貶到哪兒誰也不知道，但你沒有享受到增值，反而先感受的是貶值，使你錢變得不值錢了，真正的不值錢了。具体的房地產內部，孟小叔說的也不对，他自己都說了，現在我們家庭是 1.3 套，全國住宅他自己说的7億套，對應我們 5.4 億個家庭，那顯然已經多了 1.6 億套。請問這 1.6 億套怎麼消化？我們有家庭6套房3套房，他在農村一套，他在小城市一套，他在上海還買了一套。但是不管怎麼說的，這房子你要這麼看是過剩呢。那什麼情況下不過剩？這個人他工作穩定，他的收入穩定，那麼他這3套房他都能保得住，
他就不过剩，他都需要。但是，一旦这个人工作不穩定，是吧？他在北京的工作没了，他那北京的房子可能就不要了，他回老家了，那房子不就过剩了吗？所以这个7亿套房子对应5.4亿个家庭，从数字上看它是过剩的。什麼情況下不叫不過剩？那就是經濟發展，每個人都有工作，那這個房子它就不過剩。為什麼呢？你在你老家有套房，但是你在工作地沒房，工作地你就得買房，就這種，所以需求就多了，一個家庭就會出現多套房。我說的不是炒房，是指這種普遍的正常需求，那就是經濟發展好了，大家收入保住了，他就工作保住了，7億套房子才不算多，否則7億套房子就多了。現在是每個家庭都有房住，還多出1.6億套，所以說當經濟萎縮的時候，那你這1.6億套那就要空置出來，我就回到老家了，對不對？回到老家我就那大城市2套房我就不要了，就得賣掉，滬均1.3套，實際上過剩的吧。如果再考慮到人口在下降，你想一想吧，你這房子過剩到什麼程度啊？所以說從這角度看，房價也想起來很難，這恰恰說明樓市它是個結構性問題。什麼叫結構性問題？部分人口流入的城市，房子恐怕要好一點；人口流出的城市，那房子基本上只有住的功能，沒有金融屬性。你說什麼保值增值，不扯嗎？當然了，它裡面也說了，它並不是說呼籲普通的老百姓掏空家裡去買房，這他也說了，他既然普通的老百姓不要掏空家裡去買房，但是往往他前面說一大堆，對不對？人家聽的是前面的。他後面說了這麼一句，並不是鼓勵大家掏空家底去買房，還是要量力而行。他也不是鼓勵大家掏空錢就去消費，他也承認，他說鼓勵普通老百姓賣掉房產，拋掉房產，他對國運和普通家庭不負責任。這個我沒有觀點，就是你手上有3套房，該怎麼處理？這誰也不知道，這個人根據自己的經濟情況。因為我在以前節目一直說，我倒不是說勸大家去賣房。我總是勸大家買房的要深思，要慎重，你要加槓桿，你要慎重，因為你一旦加槓桿，你是用未來30年你這個穩定的這種償債，但是你對應的卻是不穩定的收入，這個大家也明白，所以考慮了這種風險。但是賣房那是另外一回事，為什麼呢？每個人情況不一樣，如果你那房子你就是全款買的，那你要賣房的時候，你的理由是什麼？你把它變成現金，那你這個現金準備幹什麼？是存銀行，還是進紅綠市場，還是買小黃魚，還是變成綠票子準備顛了？這個東西每個人都不一樣，你怎麼去理解？如果你說我認為這個房子還要跌，我現在把它賣掉，那個是你個人判斷。接下來它到底還能不能跌多少，這誰也不知道。萬一你把它賣掉了，你把它現金放家裡面，被同學借走了，還不了，你還不如手上有套房。萬一你頭腦一熱去創業，加盟個奶茶店，錢也沒了，你還不如持有那套房。也就是看你怎麼處理這個事情。所以人跟人不一樣，所以我一直說賣房你要根據個人實際情況，買房也是一樣，抗風險能力。但是孟小舟他認為你的現金存銀行裡面就面臨着貶值，這個是危言聳聽。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說，如果你現在台水下來，你的錢被稀釋掉了，那就不是你個人的問題。看一看津巴布韋，看一看阿根廷，米萊當總統之前，如果印錢能解決問題，那實際上就沒有經濟危機，就沒有什麼蕭條。這個錢在銀行裡面空轉，恰恰說明它放不下來，因為每一分錢出來你都有資產對應，而且你的資產只能，你比如土地，你房子抵押率還不一樣，你股票去抵押，你只能質押，只能是50%，房產質押我不知道是50%還是多少，差不多這樣。也就是你100萬的房子，你去銀行，你只能從銀行拿出50萬出來。怎麼情況下才會貶值呢？就是發錢，按人頭發，你一個人發1萬，這麼發錢，那你的錢就被稀釋。所以胡錫進老師說了，人人都發，就相當於都沒發。所以我覺得解決問題還是信心，信心上來了，樓市、股市其他的才會好轉。我們再看一個財經媒體叫城市財經，他發了一個文章，他說杭州房價回到25000以下了。我的印象中，去年還是前年，杭州的平均房價新房價格還不是3萬嗎？這個現在就變成25000了，又跌了。看他是怎麼說的，他說顯然杭州的房價仍沒有止跌，這並非我個人判斷，而是機構如官方的數據顯示確實如此。
根据貝殼找房追蹤的實时成交数据来看，去年4月份杭州房價跌破了3萬元。你看我印象中嘛，杭州是3萬，到現在已經跌破了2萬5。5月份成交價為2.4萬每平米。那這個對杭州炒房的这人來說可不是什麼好消息。國家統計局披露的5月份數據，杭州二手房價格也在下跌，環比持平，同比下跌 4.6%。此外，杭州本地媒體叫錢江晚報旗下的錢報杭州房產今年4月份發布了一篇文章，杭州名校學區房跌落凡塵，今年 53% 的成交房源不到300萬元。文章列舉了一系列跌入凡塵的高價學區房，杭州學區房平均價格較歷史高點回落 26%， 部分學區房小區價格跌幅超過 40%。 從入學門檻來看，超70%學區房最低入手價已降至150萬人民幣以下。各學區中價格較高點焦點跌幅最大的是學軍小學紫金港校區的学區房，其中包括文鼎苑、盛苑、冠苑3個小區。2021年最高點時，該學區範圍內的二手房成交均價高達 8.2 萬元每平米。2026年成交均價已跌至 4.4 萬元每平米，跌幅達到了 46%， 那不是腰斬嗎？太狠了，學區房腰斬。其實北京也是，北京很多學區房也是腰斬了。跌幅排在第2位的是勝利小學錢塘校區的學區房，包含甌江公寓、錢江苑、新城坊等小區。2019年最高點時，該學區範圍內二手房成交均價為 4.8 萬元每平米。2026年成交均價為 2.6 萬元每平米，跌幅 45%。 此外還有天长小學、晉州小學、晉州校區、普家小學、普家校區的學區房，較最高點時成交均價跌幅均在 40% 以上。他說這幾天錢報杭州房產又選取了20個片區的樓盤，回顧了自2016年以來成交價格走勢，整體房價雖然仍高於2016年，但較高點均回調了不少。過期網紅城市樓市，對吧？均價從3萬已經跌到2萬5了，學區房也是暴跌。文章說，杭州樓市仍在以價換量，二手房價格持續調整的另一邊是最近幾個月成交行情的確還不錯。儘管今年前5個月整體仍不如去年，今年1到5月份杭州二手房晚簽累計38,767套，去年同期成交41,591套，但3月份、4月份、5月份成交量均在9000套以上。虽然累計的跟去年前5月比還是差，但是今年3、4、5這3個月它確實比去年高，就這個意思。這種連續9000套的勢頭在過去幾年中很難看到，一邊是仍在下降的房價，一邊是連續3個月的高成交。這種現象可以濃縮成4個字：以價換量，或者是降價離場，或者叫提桶跑路。從杭州二手房成交結構看，去年成交的二手房中 52% 是200萬以下的房源，也就是說去年杭州每成交2套房就有1套是200萬以下。這一些現象在上海也非常突出，北京、上海好像是 70% 的房子是200萬以下。說今年成交的二手房中總價200萬以下的比例更高，這意味着如今支撐杭州樓市成交主力已經不再是高槓桿投資客和高净值改善群體，而是預算有限的剛需購房者，這剛都不能再剛了。過去樓市上行周期，市場的邏輯是漲價換量，房價上漲會刺激預期，吸引更多買家入場，成交量與房價往往同步增長。但現在市場邏輯已經發生根本變化，對於多數購房者而言，房子回歸居住屬性後，價格才是決定是否出手的核心因素。價格降到了心理預期，需求就會釋放，價格降不到位，購房者寧願繼續觀望。他說，因此杭州最近3個月二手房成交持續維持高位，並不意味着市場已全面回暖，更準確的說是大量業主主動下調掛牌價之後，積壓已久的剛需和置換需求被激活。從成交數據來看，市場正在形成一個新的平衡，
賣方用價格讓步換取成交速度，買方則用時間換取更低的入場成本。換句話說，杭州樓市目前並非量價齊升的復甦行情，而是量升價跌的築底行情。成交量的恢復說明真正住房需求依然存在，房價的繼續調整則說明市場仍在尋找新的均衡點。誰願意率先降價，誰就更容易成交；誰堅持高位掛牌，誰就可能繼續等待。這也是杭州樓市當下最真實的寫照。買房的人並沒有消失，只是越來越理性了。記住了，我個人認為，越是低總價成交的，越說明大家不願意加槓桿，大家把買房當消費，对吧？200萬的房子，我有200萬我就買，沒有200萬我就等，就這麼一個概念，对吧？我有了200万，我看中的房子恰恰降到200万以內，那他就出手了，這就是消費了，因為他沒有心理負擔，是吧？未來就是失業或者是工資降了，他也不用担心，這就是剛需。我在有個節目裡面說，我說这個80後或者90後，他們就是點兒背，越努力越吃虧。從小在村裡面或者在小縣城、小鎮做題家，那都是別人家的孩子，都是好學生。他努力，高考考上了，跑到杭州，跑到深圳，他那些高中同學早早出去打工去了，混得也不咋地，当然没買房的欲望，是吧？他在拧螺絲，不管在哪儿拧螺絲，他恐怕也买房也不容易。但是這批小鎮做題家，他正好點兒到了，他就是2020年的时候，他就是30歲，要結婚，或者是孩子要上學，在那個背景下，他買套房，過2年他失業了，對不對？35歲，這就是你看，就是越努力他越吃虧。反而這個那初中同學，人家反正也買不起房，也沒打算買，他到現在活得很滋潤，一個月拿3000、5000的，這過得還挺好，他沒債啊。而這個好同學，學習好的，那現在恐怕是負資產，頭髮掉光了，按揭貸款還不清，還不起，把房子賣掉，還倒欠銀行錢，完了他前半輩子的打拼都清零了。那你說這賴誰？所以我說他大概是生錯了時代，就是點兒背。但是還有人在下面抬槓，我也不知道這都是些什麼理解能力的，難道不是嗎？他們做錯啥了？他們都是按部就班的吗？你想在2020年那個大背景下，你到了30岁你不買房是吧？那你肯定買不起，你是他的高中同学或者初中同學，你買不起。你但凡混得稍微好點的，收入稍微穩定的，他都會買，不買就上不了車了，是吧？在大背景下那個氣氛下，所以你不能老說人家這個人得你誰讓你認知的，誰讓你不去，那個時候誰知道房子就要跌。所以我在節目裡面說，一直我是建議政府對這批人要紓困。紓困不是說把他債免掉，而是當他失業，他暫時還不清，不能再去逼他，給他一個寬限期，对吧？不要把他房子收了，就這種刚需，就一套房子對他进行怎麼樣一個紓困，是吧？讓他能渡過難關。但是對於那炒房的，那就另當別論。你是自己炒，那你得承擔風險，你得該去面對就得去面對。我們接着回到杭州房價，他最後說還要調整多久？杭州房價高點時期約4萬元每平米，也就是均價最高的是4萬，現在到了2萬5。從2016年到2021年，杭州開啟了瘋狂上漲模式，不僅將亞運會的紅利提前透支，而且嚴重透支。實際上，杭州的樓市是深圳之後炒得最凶的。深圳以前炒房模式被平移到杭州去了。我记得我在2023年還是22年，那個時候天天說杭州的楼市水分太大，房價虛高，還有很多人在跟我抬槓，是吧？那個時候我就說了，如果你在杭州你是碼農失業，你有套房，你趕緊把房子賣了，100平的房子你去鄭州再買一平100平，鄭州的那时候房價好像就是1萬，杭州是3万，在鄭州買一套100平的你才100万，你還有200萬存银行，剩下的再拿10万塊錢出來買辆比亞迪，開网约車，对吧？快活似神仙。2023年2022年，如果那時候這麼做了，你現在已經當了4年的神仙了。2020年杭州房價最高峰時，作為近郊的未來科技城，成交價7、8萬一平。學區房最火的時候，大名鼎鼎的文鼎苑成交單價高達12.7萬元，更別說奧體、濱江這一塊，杭州房價的天花板，房價統統炒到10萬加。
不過，隨着2021年全國房地產市場轉向，杭州樓市也進入了持續的調整。從2022年開始，杭州商品房成交量急轉直下，當年只有1394萬平方米，相較於2021年減少了 37.7%。2025年跌破了1000萬，只有918萬平方米。我記得2022年咱們每天都聊杭州，过气網紅城市杭州。杭州房價從高點時期的均價4萬到如今的 2.4 萬，回調了近 40%， 何時才能築底？這個問題也不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是吧？當整個社會進入消費防守狀態時，房價就很難真正見底。因為房價的底部從來不是政策給出來的，而是信心給出來。你看這個結論和咱們剛才聊孟小苏那個觀點是一致的，而是信心有了，才有房價見底，才有房價往上走。当人們重新相信未来，敢消費、敢貸款、敢承擔風險的時候，房地產市場才可能真正完成築底。最後我們再看看瑞銀的觀點。瑞银最近發布了關於內地樓市的一個研報，他說當前內地樓市短期回暖，而非全面復甦。瑞银發布中國地產市場研報，判斷本輪政策刺激帶來的成交回升屬於結構性短期行情，難言全面復甦。核心依據為一線住房租金同比仍下跌，居民真實居住需求未明顯修復，市场分化將持續，核心城市優質住宅具備保值屬性，遠郊老舊小戶型流動性持續承壓，房企去庫存周期拉長，不是去庫存的周期縮短了，而是拉長了，所以這個房企的日子更難過。所以你今天就看到了萬科已經股價2字頭了。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充值、點讚、評論，謝謝大家。